听讲已经拍远20几档的健康市场，市府将开辟成环保绿能的公园。这南区，特别是文兰里的里面，拢到场关心，包括大力争取的蔡淑惠等议员，嘛拢到场听出干务局的简报。据了解，占地2公顷外的公园建设已经标出去，预计明年1月中旬就要开工，12月底就当完成。其中为了打造有特色的公园，也加入台湾船甲冒险刺激的游戏场，目后造价对2000万提升到3400多万，相当使人期待。其实咱这公园开辟本来敢若2000几万的经费后来在我们极力的争取之下，我们想说，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基地，然后又临运河，我们可以配合整个运河的一个故事，然后做一个台湾船的意象，让小朋友对我们台湾的台南的历史，我们整个那个郑成功大舟登陆的一个历史有一个了解。以后要来台南佚佗呢，讲来文南里呢，迄个健康路。迄个文南公园遐佚佗，我从这个部分较紧来规划，因为遐呢市政府有一块土地要来做文南里的活动中心，但是规划敢若留一块地呢，拢还未做哩，毋免阁等几冬啦。我想拜托市政府明年紧落去做这个。迄个规划过紧落做规划，看会当较紧来做袂。因为文南里呢活动真济，中遮大家足关心，所以呢今仔足侪呢，咱的里面几百外个呢来遮关心这个工作。里长进一步表示，所有关心健康市场改建的好朋友都来参加公听会，了解规划内容，然后买当参与公园的号名，做伙来开创文兰里的特色公园。台南新闻管记何乔邦采访报道。